奇怪的 CP 又增加了。道明寺心里面只有北座。LC 为什么选 B？我只是单纯。他真的，他看着我选 A， 他马上写个 B， 他根本都没有思考去的。我有那么让你瞧不上吗？是。你觉得今天模仿你几个道明寺？北座，没有人有我有魅力。来决定发给谁？你们分享。我这应该是给弟弟。他说弟弟是比较儿。哦，我以为是杨怡。没有看跟你对过。